嗨，大家好，我阿培。今日阿培咧帶大家一齊嚟到中山市中心西區一個環境比較靚嘅地點，介紹一個小高層夢公景嘅住宅新盤。呢個住宅新盤咧，2個星期前咧啱啱開盤嘅，叫做我哋嘅裕公府。價錢咧目前係做到比較有優勢嘅，1萬幾百一平方到13000蚊一平方。你買到嘅單位咧，佢係做到100%嘅高實用嘅，而且每一套單位咧都係做到獨梯獨戶，係而家中山最新嘅3.0住宅新產品嚇。一個 location 嘅話咧，隔離就係我哋中山母親河奇公河啦。我哋嘅住宅咧係可望到我哋中山石岐嘅摩天輪地標嘅，成個視野咧真係好靚。呢個屋苑咧，裕公府喺呢個位置咧，我哋如果想要享受呢個區嘅商業配套嘅話咧，我哋行路大概10零分鐘咧，可以去到呢個區嘅香山新街市，到期時買餸各方面都係好方便嘅。跟住咧，大概都係行路10零分鐘嘅時間咧，可以嚟到呢個區嘅一啲成熟嘅一個商場。揸車咧就更加快只需要3到5分鐘嘅時間。中山西區咧就係一個旺區嚟嘅，咁如果大家嚟過中山西區彩虹片區咧，都會望到呢個樓盤嘅，又或者去到中山石岐嘅摩天輪，又可以望到呢個屋苑嘅。咁呢個屋苑咧，裕公府咧，成個屋苑嘅體量咧唔算大嘅。咁而家阿培企嘅呢個位置咧，都係屬於裕公府嘅一個花園位置嚟嘅。到期時，而家係未完工嘅一個狀態，到期時咧呢啲都會做翻一啲綠化嘅。成個屋苑咧 ，total 只有8棟樓。咁佢哋嘅住宅樓咧得2棟樓嘅啫，就係6棟、7棟。咁住宅嘅套數咧都唔會特別多，因為佢係小高層，每棟樓咧淨係做到14層高嘅。所以佢哋嘅住宅貨量咧 total 只有52套嘅啫。咁另外嘅幾棟樓咧就全部做翻一啲商業，或者咧係做翻我哋嘅商業別墅嘅。大家見到嘅前面高樓大廈嘅就係一棟。到期時發展商會招商啲酒店入嚟，又或者去按翻寫字樓去出租。2到5棟嘅話咧，就係我哋嘅商業別墅，樓下咧係可以作為一啲輕餐飲嘅一個鋪頭嚟嘅。跟住6、7棟咧就係我哋而家賣緊嘅52套嘅住宅單位啦。8棟咧就係公建配套嚟嘅。咁門前呢條路咧，而家政府已經係規劃咗，嚟緊1個月內咧會重新去翻新，作為一個好靚嘅市政路。一路去到我哋嘅石岐旺區嗰度嘅，沿住奇公河流咧，成條路嘅環境都好靚，好唔錯嘅。咁呢個屋苑咧，因為佢好多樓都係做到低層啦，因為佢沿住奇公河嘅話咧，政府唔俾佢起得太高嘅。所以佢嘅容積率咧，淨係做到1.5嘅，入到嚟啦，小區嘅開容程度咧都會比較高。咁目前見到嘅呢度咧，全部都係商業別墅嚟嘅。咁商業別墅而家都賣緊嘅，但係按翻總價嚟講咧，都會比較貴，要去到400零萬一套嘅。因為佢哋嘅面積咧，每一套都要去到300幾平方，單價咧就13,000蚊。咁而我哋住宅區呢度咧，得2棟樓嘅，咁會同我哋嘅商業別墅咧隔開去管理。咁到期時現時大家見到嘅園林區咧都未整好嘅，到時呢度咧會做翻我哋住宅區嘅一啲娛樂設施擺喺呢一個位置嘅。咁每一套單位都會有一個入戶大堂嘅。阿培咧就帶大家嚟睇翻中山西區呢一個新樓盤裕公府嘅示範單位啦。咁裕公府咧，佢哋嘅住宅得2棟樓嘅啫，每一棟咧只有14層高，所以呢度嘅單位咧係小高層夢公景嘅。咁 total 咧只有2個面積俾到大家選擇嘅，一個咧就係稍微大啲嘅115平方，做到3房2廳2個洗手間嘅。另外一隻咧係細面積97平方，同樣都係做到3房2廳2個洗手間。咁作為2026年嘅3.0最新款嘅住宅，呢度嘅單位咧，佢嘅實用率係達到100%。即係意思咧，零公攤。跟住咧，佢每一套單位都可以做到獨梯獨戶嘅。我電梯出嚟呢個位置咧，就係我哋有花園，可以俾我哋自己去使用嘅。所以私隱度嚟講，或者單位嘅實用率嚟講咧，喺現時其他3.0產品咧都冇得
同佢競爭嘅。OK， 睇一睇內籠嘅空間。呢間屋嘅主廳咧，佢係做到南北對流嘅。我哋飯廳啦，呢度係廚房啦，呢度係我哋嘅客廳。客廳開間咧，佢係去到5.7米嘅，非常之闊落嚇。跟住佢嘅露台咧，又做得特別長。嗱，南向嘅景觀望住我哋嘅蜞江河，蜞江河嗰邊嘅河面闊度咧會更加闊啦，跟住又可以望到我哋中山石岐嘅一啲地標摩天輪、利和廣場、石岐萬象會都可以望得到嘅。所以呢個屋苑咧，佢最大嘅優勢就係景觀靚，跟住小高層，居住嘅舒適度咧會比較高同埋咧佢哋嘅價錢咧，目前開盤價都係比較平嘅。講緊呢度嘅單價咧就10000零蚊到13000蚊一平方。視乎翻樓層，樓層越高咧就越貴。咁總價嚟講咧，呢一間115平方 total 總價咧大概130幾萬到150萬可以買到啦。無批交付係無批交付嘅，發展商就冇大精裝。所以呢間屋咧，你現時見到嘅示範單位，大家可以參考翻佢哋嘅裝修。咁喺中山嚟講咧，佢裝修嘅費用咧大概1000幾蚊一平方。如果2000蚊一平方，即係間屋你使20萬裝修嘅話咧，間屋可以做到好靚，住落嚟好舒服嘅。嗱，間屋南北對流2個露台嚇，呢度就係我哋生活露台，我哋晾衫啦，擺翻我哋熱水器啦，又或者擺翻洗衣機，呢個位都好充足嘅。跟住佢北面嘅景咧又好開揚嘅，因為前面都係小高層住宅。因為中山沿住蜞江河邊嘅一啲樓咧，佢唔可以建得特別高嘅，政府有限高，所以北面咧望住小高層咧，佢一樣都好開揚。OK， 睇我哋嘅大廳啦，而家睇一睇房間，同埋嘅話咧，我哋間單位咧，佢層高咧係做到3.2米嘅，比普通住宅嘅3米層高咧高咗20公分，所以我哋入到嚟咧係唔會有壓抑感嘅。嗱，頭先嗰度咧係洗手間啦，公共洗手間，呢度咧就我哋一間客房，採光面都開得好足嘅，跟住間屋嘅空間咧都好大，可以做到一個衣櫃，呢度可以做一個學習台，跟住呢度擺翻一張1.5米嘅床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我哋第二間房啦。裕光府咧佢哋嘅單位咧係做到好市正嘅。而且咧有好多位可以改造，因為佢呢啲牆咧唔係承重牆嚟嘅，係可以 book 嘅。所以如果你居住喺呢間屋嘅人口唔多嘅話咧，可以改成2間房嘅。呢埲牆拆咗之後咧，成個窗拉過嚟我哋主人房呢度，咁你就可以望到好靚嘅江景視野。嗱，呢度就係主人套房咧，睇一睇呢一個景觀。嗱，拆咗呢埲牆，成個景觀面咧拉到呢度。望翻我哋無遮無擋嘅蜞江河江景視野，摩天輪。OK， 咁如果你保持3間房嘅話咧，每間房嘅空間都唔會少嚇。呢度係可以做衣櫃嘅，跟住呢度咧又可以做啲收納展示櫃。呢度洗手間咧其實可以擺到浴缸嘅，跟住咧採光面又做得好靚，2個採光面。呢邊就望江嘅，可以過嚟望一望。裕光府咧83萬到85萬，115平方，間屋實用率100%，跟住最大優勢就係望江景。可能麻煩啲咧，就係毛坯樓需要自己去裝修，但係其實而家喺大陸嚟講咧，裝修唔係一件麻煩事嚟嘅。好多裝修公司，你揾啱裝修公司咧，佢哋都好負責嘅。嗱，而家咧就帶大家嚟睇翻裕光府嘅最細則嘅97平方，同樣都係獨梯獨戶。入到嚟呢個位置咧，就係我哋入戶花園。萬一電梯冇電咧，我哋同115平方都行呢個樓梯落到去樓下嘅。係啦，門咧就按開嘅，係啦，咁唔會佔用我哋屋內嘅一個空間。同樣都係無批交付，呢間屋咧總價大概100萬到110幾萬可以買得到。嗱，使多10幾萬嘅裝修，即係你如果揀大樓層，按100萬嚟計，你做埋裝修之後咧，大概110幾萬可以搞得掂啦。3房2個洗手間嘅設計，呢個客廳咧就會窄翻好多啦。
大概嘅開間咧係3.9米嘅。跟住呢度係露台，露台咧到期時大家可以選擇封窗，又或者唔封。咁如果封窗嘅話咧，你個廳嘅空間咧就闊落好多啦。呢度延長過嚟係我哋接駁翻我哋一間客房嘅位置嘅，跟住個景咧同我哋115平方係一樣嘅視野。點解呢間屋同隔離嗰間屋做到100% 嘅高實用咧？就因為呢間屋咧有好多位置都係賺送嘅，譬如話我哋景觀露台咧，佢係擁有4分之3嘅面積係賺送。呢度係我哋廚房咧，毛坯樓咧，佢可以俾大家去充足嘅空間咧，就會比較大啲，可以任你去改造。呢度都係擁有一個副露台，間屋都係擁有2個露台，做到南北對流、空氣對流嘅。北面嘅景觀一樣都好開揚，因為我哋樓下咧係呢個項目嘅一個商業別墅嚟嘅，所以唔會見得好高層，加埋其他小區都一樣唔會做到太高，所以開揚程度係會比較高。OK， 呢度咧就係連接翻我哋露台嘅一個房間啦，係啦，側邊做到櫃嘅，擺到米半嘅床係冇問題嘅。一樣樓底高咧係去到3.2米嚇。呢度就係公共洗手間，有個窗。每間房佢嘅採光面咧都做得唔錯。呢度係最細嘅一間房啦，作為 BB 房。跟住呢間房嘅話咧，就係我哋主人套房。主人套房咧現時係貼咗啲廣告咧。如果唔貼廣告咧，我哋係直情望到光嘅。OK。跟住擺到米半嘅床，做到3邊落，跟住側邊做埋衣櫃。咁如果擺米8嘅床嘅話咧，就淨係擺到一個床頭櫃。OK， 洗手間。OK， 裕光府咧佢好簡單嘅，2棟住宅，咁每棟樓咧14層高，由2樓開始計啦。咁呢度嘅貨量咧 total 只有52套嘅啫。咁開盤咧就係2個星期之前開嘅樓盤啦，咁就而家係賣咗10幾套，仲有30幾套、40套咁嘅貨源。咁最大嘅優勢就自然係望咁靚嘅一個公景視野㗎啦。跟住呢個 location 咧都算係比較核心，係中山西區嘅學區房嚟嘅，都係學區房。佢價錢開盤價咧唔算貴，小高層嘅公景樓盤單價可以做到1萬幾蚊一平方到13000蚊一平方，係各有性價比嘅。跟住呢度嘅單位咧更加好市正，單位嘅實用率咧又可以做到100%，又可以做到獨梯獨戶嘅，所以呢隻產品咧真係值得大家過嚟比較，過嚟參觀，過嚟睇嘅。唔好嘅方面咧就係我哋落到樓下咧，我哋嘅商鋪咧係未有商家運營嘅，因為都未去招商，所以落到樓下嘅配套需要等。我哋現時想要去買餸去商場都係要揸車或者搭滴滴。所以呢一個缺點咧，大家諗一諗可唔可以接受得到 ？OK， 就咁樣一個地段咁靚嘅景觀，你有冇興趣咧？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聯絡阿培過嚟睇樓啦。OK， 下集阿培再帶大家去睇翻中山其他啲靚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